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6月2日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苏眉。新闻头起先来关心疫情的消息。咱国内即马唔但有新冠疫情，即马嘛出现头一个高资的个案，是一个对德国转来的查甫人，目前是住伫咧台南，伫咧负压隔离病房治疗。伊的密切接触者计共有9个人等咧隔离，目前身体状况拢无出现问题。 国内头一个高资个案出现伫台南，市长吴伟德强调，接触范围已经清晰，可能接触者隔离，要拍拼阻止本土案例发生。是属于境外移入的啦，哈，但是大家不用过度惊慌，但是避免就是保持社交距离是有必要的，啊，不仅可以防止 Omicron， 也可以防止猴痘。 高资感染了后的症状包括皮肤出现斑、起荨膜、碰拍等病状，也有发烧、畏寒，也是皮皮喘、惨肌肉痛、淋巴腺肿起来、真忝等症状。这名25岁确诊男性个案，是为德国转来，伫厝检疫结束了后出现症状，起先到台南一间诊所看病，因为症状无改善，到高雄某一间病院看病，采检确诊，密切接触者可能9人，其中高雄3人，台南6人中有3位是家人。 匡列密切接触者共6人，包含家人、医疗相关人员，目前皆无症状，将由卫生单位进行健康关怀，预计健康监测至7月14号。经疫调个案于就医时，户外诊疗站有3名的医护皆身着完整的防护装备，评估应该没有感染风险。目前持续的匡列追踪健康的状况，并没有异常。 头一个高资个案目前收伫负压隔离病房，相关症状已经有改善，可能接触者健康监测到7月14。卫生单位也提醒，高资传播对象有局限性，直接接触、食到感染的动物，也是密切接触感染者，拢有可能防卫到。一定要做好平日防疫作为，无需要过度惊吓。记者综合报道。 高资这款传染病死亡性较悬，全世界差不多已经有3600例，有50个国家有人得到。咱台湾是新加坡甲韩国了后，亚洲第3出现病例的国家。医生就表示，高资主要是透过皮肤的黏膜、血液甲空气接触小话的，所以医生就提醒大家爱接洗手，嘛要避免无安全的亲密接触。 一起吃饭呢？短暂时间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主要还是同住家人就有可能比较容易被感染。厝内底若是有人去挖到高资，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发言人曾仁祥表示，接触到有空喙皮肤、呼吸道、目睭、鼻仔、喙，也是传染的途径。抑佫需要较长的时间面对面去接触，才可能会挖到。抑佫强调，过去若是捌静止过，感染机会是较低，抑佫无代表会终身来免疫。 同一个家族啦，所以有交叉保护作用啊。感染很多都是年轻人没有打过这样的天花、牛痘的疫苗。高资疫情来世界真凶猛，全球确诊数是一直冲悬。即阵以英国确诊数上多793例，德国将近600例，西班牙520例，法国、葡萄牙也超过300例。亚洲、新加坡、南韩、台湾即阵确诊病例拢是境外移入。即阵全球50国总计确诊数将近3600例。 它可以5到21天这么久，务必还是要对这些能确诊的朋友们要做一些密切的一些监测。从比利时，他也要求说，确诊的病人居家隔离21天。疾管署表示，其实高资甲天主共款，拢是正主病毒属，有人甲身体共通传染的特性，抑佫必须接触到肺、体液，抑佫有皮肤的黏膜，潜伏期上长21天，确诊了后并发症有肺炎、败血症，这个致死率上悬是有1成。 台湾打算采购的是第3代的疫苗，它是活的减毒疫苗，打进去以后不会在我们人体里面繁殖，副作用比较小的，预防力至少可以达到85% 以上。疾管署已经将高资列做第2类法定传染病，规定24小时内必须通报。医师表示，高资无亲像新冠肺炎未爆发大规模疫情，不过即要一日发生就真难断根，呼吁民众爱定定洗手、挂喙罨，尤其避免发生无安全亲密的接触。记者综合报道。 接落来看新冠疫情的情形，国内将是增加40293例本土，有151个人染病死亡。另外，行政院长是开防疫会议了后宣布讲，快筛试剂量有够用，所以对7月初1开始6岁以下囡仔，一个人会当阁免费领1卡计共有5支的快筛试剂。
25国内 COVID-19 本土确诊人数比前一天较减少，降到40293例。以台中市上济有6075例，其次是高雄甲新北，拢有5000多例。中重症确诊个案中，增加151例死亡，超过一半，年纪超过80岁以上。上少年是35岁着感的女性，无注过疫苗。其中有140人，约93% 有癌症等重大疾病或慢性病史。那在疫苗接种上，有96人，约64% 未打满3剂疫苗。25本土确诊人数全台上悬的台中市下昼也举行记者会，这次确诊数已经比顶礼拜六减少23%，代表台中市已经为高原期慢慢下降。针对儿童做疫苗，市府采用3方面同齐，除了透过医疗院所预约、校园集中做，25也启用12站校园假日注射站，头一天早起有1693人做疫苗。这个合计起来，第一季已经达到79.05%，第二季也达到9.15%。那这个部分呢，也在6都里面，我们算是最前面的。行政院是伫早起召开扩大防疫会议，由苏贞昌院长主持，讨论国内外疫情发展情形等议题。指挥中心伫会中表示，目前家用快筛试剂数量充足，应用满6个月到5岁幼稚，还未做疫苗，建议为7月初一起实施第2轮，0到6岁学龄前儿童免费各领1份5支快筛试剂。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的报纸拢开什么大代志？咱做回来看，头先是联合报。台湾4月到6月12，计共进口2亿9000多万组的快筛试剂，有300亿个相机，有33间厂商摕到35份的紧急授权。扣掉大间的厂商甲民众家己对国外买，其他细间的拢总是卖掉1亿4000多万组，平均逐间会当收入超过4亿。说落来是自由时报。台北民权国中有一个妥瑞市政的学生，2017年因为学校的老师甲强害侮辱，入学98天就跳楼。不过台北市教育局说是讲，这位失职的校长已经有咧反省啊，所以就甲伊减轻处分。但检察院纠正台北市教育局通过，而且弹劾这个校长。说落来是中国时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最近裁掉拍提权的宪法保护。甲敢会当允准摕囡仔的法律交予大家州家己决定，引起各界抗议。总统拜登批评最高法院犯悲剧性的错误。梵蒂冈是表示，这项议题互全世界重新思考生命意义。美国总统拜登将是签署重大枪击的安全法案，内容包含少年人买枪爱做背景调查，家庭暴力的犯人袂当买枪等等。这是这30年来头一项加强枪击安全的法案。美国总统拜登正式签署跨党派强化社会安全法枪击管制法案。做老师的第一夫人吉尔也在场。拜登表示，未来还有真侪工作要做，伊袂放弃。这是一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I was there 30 years ago, the last time this nation passed meaningful gun safety laws, and I'm here today for the most significant law to be passed since then, for the last 30 years. 拜登时节签署2项，23、24两天通过这案件了后，去欧洲参加2场峰会进程签字。这进程是真紧，不过法案并无禁止卖攻击性枪支甲大容量枪支阿爸，所有枪支买卖拢要背景调查等。不过，原是国会1993年禁止攻击性枪支法律失效了后，影响力上大的枪管法案。While this bill doesn't do everything I want, it does include actions I've long called for that are going to save lives. 法案会强化对象少年买枪人背景调查，让更较侪家暴犯无法度得直枪，帮助各州制定安全法，也就是避免互遐被认定对家己或者是对别人造成危险的人有枪。专案130亿美金，大部分用在强化心理健康计划甲校园安全。拜登向记者表示，单位欧洲转来了后，会伫北京办一场活动，邀请因为枪击案失去亲人的家属，斗阵纪念这个历史性的一刻。公司新闻，恩文玲朋友。北欧的国家挪威首都奥斯陆一间冬季酒吧，25半暝点外发生枪杀案，有2个人死亡，10多个人受伤。原本当地是过顶天要举办冬季游行，即马是全部拢取消。目前嫌犯已经抓到人，伊犯案的动机甲冬季的议题敢有关系，还佫继续调查。
有民众因看到案发了后，随赶到现场的警方人员，伫案发地点附近的路口用塑胶封条围起来。救护车也继续来回在病院甲现场。涉案的嫌犯伫案发了后几分鐘就隨風掠掉了。Så langt det er mulig å være sikker nå, så var det én gjerningsmann, og han har vi kontroll på. Vi har også kontroll på de våpnene som ble benyttet i forbindelse med hendelsen. 今年是挪威国会通过修法，和同性中间的性行为除罪化50周年。当时案发地点是当地同志界真有名的聚会所在伦敦酒吧，而且案发隔天就同志的游行这活动。涉案的嫌犯开枪的动机是毋是甲这类议题有关系？警方即阵也无定論。Politiet er i kontakt med arrangør for Pride-tog som skal gå i morgen, og det blir gjort fortløpende vurderinger på hva som eventuelt hvilke tiltak vi skal iverksette. 当地时间天光了后，警方除了继续封锁现场，狗仔也加入收窄工作，希望用伫现场找到更加多相关的事情。外电引用警方的讲法指出，现场有2个人互凶手拍死，另外也有10外人轻重伤被送医治疗。枪击管制伫欧洲算阁是相对宽松的挪威，对着大规模枪击案并无新婚。上届有名案件是2011年7月2日的卢港岛青年夏令营惨案，凶手布雷维克总共杀害77人，被判处21年的有期徒刑。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转来看咱国内消息，高雄市议员接到几类民众投诉，讲因伫咧人力银行找头路，不过煞变做诈骗集团的共犯，口早去轰动起来。因爸爸去找劳工局斗3工，不过已经过几外个啊，调查拢无结果，到当也是有新的受害者。接到这位民众投诉，高雄市议员林武凯来到劳工局大门口来တင်情，这找头路民众经由人力银行平台找头路，却是变做诈骗集团的共犯。不相信人力银行，甚至现在觉得我求职我都会害怕，因为我不知道到底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应征业务助理工作内容是协助客户报价、订货、出货整理，也经过面试，也毋过正式上班了后，客上要求按时价去收钱，互民众感觉毋对。而民意代表也发现，诈骗集团要用受害民众的相片当作主管的相片，互找头路的人相信。人力银行最重要的功能是什么？就是让求职者有一个放心的求职管道嘛。那你这个放心的求职管道已经被渗透的时候，我们拖了1个月，还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人力银行被渗透。这不荒谬到极点了吗？议员指出，进前有民众互骗去时，北向劳工局来反映，也毋过结果外个啊，有望民众陆续来受害，所以讲呼吁劳工局爱担起责任，赶紧来保障劳工的权益。对此，高雄市府劳工局回应，已经发公文到相关的人力银行，要求限期来提供资料，互因查核，后续审理来发现有违失的代志，会依法来追究责任。另外，依照受害劳工的意愿，协助伊进行司法的听诉。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个印尼籍的网络名人，常常伫咧面册分享伊精彩的日常生活。不过，其实伊捌伫咧台湾做37啊犯罪，去防法8外班。台湾的雇主协会就批评讲，这个网络名人调工境内毋立法金，想要继续留伫咧台湾。针对这个情形，移民署是回应讲，当事人日时已经甲罚金6千，25已经强制伊出境。印尼细数网红面册达到36万人追踪，顶日红亚出过去捌伫台湾犯下中介卖淫等罪，经过审判，也有罚金也未交还。不过，伊游玩高调定伫面册发布多彩多姿的生活。对此，台湾雇主协会批评，印尼籍细数查甫人希望台湾的制度利用分期也是抗互人罚金的方式，继续留伫台湾。外籍人士来到台湾，就是要尊重我们的法律规范。那判决结果已经出来，你说他如果他的收入不够啊，他如何开名车、宾士车、住豪宅，1个月的这个租金2万多块，然后用这样子的生活方式，可是却说他这些罚金缴不出来。台湾雇主协会也进一步表示，印尼籍细数网红面册有几十万人追踪，对伫台湾的移工有一定的影响力，说伫直播上甲移工用代工的方式，达到转换雇主的目的。台湾国际劳工协会认为，都有移工问题的终结点，伫制度问题，毋是个人影响力。对于移工的保障，以目前台湾的状况，都是以管理、以雇主的需要为优先的。很多工人他因为没有办法取得一个比较好的劳动条件，他又不能换老板，他就选择逃跑嘛。台湾国际劳工协会认为，
都有移工人数上侪的国籍，当凸显制度问题。越南籍中介费上悬，家庭看护工以印尼籍上侪，所无任何劳动条件保障。针对印尼籍申诉网红移民署重新回应表示，申诉查某人罚金已经伫利息纳了啊。专勤队随即伫25早起9点15分执行出境，也强调外来人士伫台湾需要遵守相关法律规定，若有涉及不法，绝不宽待。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立美术馆咧办地乐展，展出真侪恐怖的僵尸，伫咧遐白开始进前就引起真侪话题。将正式开幕的时阵，对透早就排甲长落落。我到的时阵，就已经超过4000人要去看，馆方只好暂时甲票暂时停卖。没有售票。对，我们现在基本票已经超过我们的人流管制人数了。南美馆外口大批民众伫大地头骹排队，不过也因为这个展览上受欢迎，外近中昼时段就已经超过人流管制4000人。南美馆也只会当暂停卖票，民众感觉无奈，不过也只有接受。因为我们就从台北下来啊，所以就还是想要看一下啦。二馆的容留数是4000人，那现在已经达上限了，所以我们是暂停贩售实体票券的部分。那电子票券呢，因为稍早有观众他们已经都有先买到了，那这个部分我们还是会先让他们换取实体票券。所以上25透早，大批民众就赶到南美馆外口排队，就是要看僵尸展，甚至也有民众7点就来排队。除了这之外，也有民众穿西装衫，伫场外发胡啊来配合这个活动。4点就起来，从高雄骑车来这边。对啊，我们大概人其实陆续一直进来啊。对啊，我们来的时候都没有人，7点的时候来的。展场内一开展，人就客个杂通通。官方也派出真侪飞警员维持秩序。展场内上行的就是像真的僵尸，尤其是看到僵尸本尊，囡仔家家嘛会惊。就走这样有点害怕而已。台南市立美术馆亚洲的地高甲游魂，还未展出的上轰动，网络上引起讨论。南美馆的店条也渐渐回魂，这场展览除了呈现日本、泰国甲中国的传奇鬼怪甲地下观念，更加加入台湾艺术家的作品，增加本地的台湾文化角度。虽然真正引起争议，也不过看来民众爱新鲜，颠倒较唔惊这鬼怪。记者综合报道。用30年的时间，新竹市公道3路最近总算是拍通啊！这条路短短500公尺，自1991年提出计划，不过有真侪当地居民反对。经过真长时间的敲测，即马总算是顺利通车。一起接彩！新竹市公道3道路第2号正式通车，这条道路工程第一过去，面对在地居民征收问题、长期抗争，经过了30年的沟通协调。总算是顺利完工。现在看到这条可直通上高速公路的公道3可顺利完成通车，我想每家人搬家的辛苦跟累都值得啦。把整个社区繁荣起来，又整齐的规划。公道3道路全长500公尺，道路用地内底还有新竹县的财产。市政府除了开7.4亿向新竹县买地，也着按地征收户提供临时租金补贴。决定有真侪波折。短短500公尺的一条道路，等待了30年，不容易，但我们做到了。今天很感动，但是更感动的是我们的居民、原住户、里长，还有议员跟新竹市的团结，才能成就这样的公共建设。市府表示，公道3道路通车，未来会当解决市区交通塞车的问题，会当提升市区4区以外的区域整体发展。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台语的语法甲语序讲起来是万顶深刻。台湾学者刘成贤这10多年来面乱整理做语言的比较，最近是出一本小解台语语法的日本册，用古锥的红仔度甲趣味的例句，我嘛会当让更较侪人来认捌台语。吃饭饱，啉酒醉，不会说成吃饱饭，啉醉酒。扫 QR code 就通听到作者甲台语的词句念互你听，也通知影讲原来台语的句法遮尔啊多变。我就是要写好，一般对台语可能会晓讲，但是对台语无啥物概念，对语言完全毋捌的人。就连台语词类、读音、读意字的特色也有收。华语高一字羊，台语有张、甲鸟；应有丁、
甲硬的讲法，走有吹甲走，这拢是台师大台文系刘成贤教授10多年的观察甲整理。甲所有的例句拢去讨，尽量讨迄个领地性。互人咧读的时阵，上无一寡点的，当是较清晰淡薄。我们把跟文法相关的东西都用小篮字放在旁边，这都是一种划重点的做法。就算你本来对台语没有涉略，对语言学也没有涉略的人，看起来他很友善，就会觉得我好像也可以看懂。你成功结合语言学甲台语，出版社讲，这一定要打进少年人的生活。应用大约1年的时间，甲刘成贤教授讨论换趣味的例句，也用高水的插图，和台语的句法入门册实行个写拍。我挑工摕足侪语言来比较，企图就是希望台语是一个世界的台语、现代的台语，因为是一个固定的范围内底、固定的倾向内底。伫韩语、德语、加拿大原住民语、到日语等等，斟酌甲台语的句法做比较。刘成贤也讲，伊只希望跳脱过去学台语爱找本字飘声调的方式，会当互更较侪人体会语言就是文化，伊就伫咱的生活无国界。记者阿敏晶、曾派文台北报道。今仔日甲问仔在台湾各地甲金门、马祖大部分拢是侪云到好天，东部、东南部甲恒春半岛有局部的低暂雨。气象局表示，这几天过道可能会向落大阵雨，爱到拜二才较稳定。咱做伙来关心各地头的天气预报资料。北部地区25度到34度。中部地区25度到33度，南部地区25度到35度，东部地区26度到32度，外岛地区27度到31度。做伙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日的早起新闻，我是苏眉，祝您规工顺心，再会。